错。你两步的，都无手着工作。对啊，下个月我最近该去你家。好啊，你有该买厝，我袂甲你收 commission 啊。你搁伫替伊卖厝？对啊。你家己看，隔壁表看换卖，人已经买出去。等你还是爱去外口睡厝好啊。啊，你是拍算偌济钱税厝啊？差不多2万左右。有没有8000税哩8000？你讲这8000？啊，无5万。税8000，你那么用骗啊？我家己变数，我结束啦。就顾无爆米香啊，做鸟。我是鸟。我是好。我要甲你讲个咪咪毛毛。来啦！啥？你要甲阮大做伙？我高雄迄间厝，隔壁咧请一个厝，乌破阮斗会讲，害我即无法度去住。我啥讲？我啥讲？我即马甲你介绍这样，真正是top one。哦，你教我伊哦，你放心，阮透动啦，无问题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伊较好呢。あなたです。我的是。你要想清楚哦，伊也是无好哦。我哦，咧行棋拢爱用准，迄准啊哦，见面就使甲滚啊！朱老，我是朱老。知道，来，这。对呢，迄头我是安尼啦。你敢有听到什么声？什么声？下课的真声。有啦，遮附近下课吼拢空金的啦，哦，各小各中都有4间。啊，你树差？哇，你看起来遮尔少年，但是看遮尔大间的厝，就讲哦，你是不是吼有安算要结婚啦？是安怎买厝就是一定要结婚？是安怎买厝，就是一定要结婚的。就是农民伫遮，我有同款的冷门兴趣。拜拜。你请伊，你就好我选某的条件呢。啊，你妈即马搁伫倒位佚佗啊？哦，这是纽西兰还是加拿大的？哇，知的。反正吼，我即马对伊要求就是吼，阮甲我赖一下，阮囝知影吼，伊母跟我就好啊啦。妈，阮囝来啊啦！啊，强强。啊，我袂记换钱啊。不要紧，我来，你等我一下。免走。有贵客哦。啊，这阮妈啦。晨晨，你真正是趁大钱啊呢！你连使用你拢有啊哦。